這個月11日，台鐵新埔站線所的副站長是違規駛車縱過平交道，結果去予台鐵載貨列車弄到。為監視器畫面，咱會當看到講，這鐵軌落的圍閘是已經放落來，伊說講硬甲車駛過造成事故。台鐵按算後禮拜就來公布處分，上重可能記2支大過。監視器翕到平交道的高啊，一邊已經放落來，另外一邊都會放落來。毋過這休旅車也是硬弄過去，平交道過到一半，對向也已經完全放落。這時陣駕駛趕緊落車，持緊閉開關，一方面向列車下手示意。毋過列車距離傷過近，已經無法度停落來，直接弄休旅車的車尾，弄個六頭大甲予車體全毀。這是發生在10日苗栗通霄秋茂園平交道的事故。肇事駕駛就是台鐵新埔車站的副站長，都來涉犯公共危險罪嫌。台鐵考生會也做出關係，無排除會有相當的裁罰。對，很明確。這個我們有調了相關的影像資料哈，確定他是肇罪。這個情節算重大啊，所以重大的事件，我們也照以往的經驗，也有2大過的這個的一個懲處的處理方式啊。不過這個一切都還是要看考成會的決定的。台鐵啟動調查，發現這副站長上班時間是每天早起7點半到暗時7點半。迄天因為接班同事提早到班，也提早到接，毋過無到下班時間，伊就早退，技術趕下班造成這個意外。除了機車頭甲相關設施損毀，伊向當事人求償，也在1禮拜公布處罰，佮加強場站的人員管理。短期會做桌上型的打卡機，搭配監視器，來做這個人員道理的這個管制。台鐵目前有真濟無做車頭，其中佇海線道5個，攏受民族法保護，免凊彩改裝硬體。台鐵表示，都來加強出勤記錄登記，也會無定時檢查，嚴格來考核。記者綜合報道。